今仔日讲到上帝所重视的品格，咱要请曾牧师。伫咱要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自即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阮是你的囝儿，你是阮天顶的阿爸天父。阮像着一个家庭内底兄弟姊妹，无论是对香港来、对韩国来、对美国来，对全世界各所在的教会，拢用耶稣基督做阮的头，做阮的主。阮也诚做无共款的肢体。阮伫你的面前，伫各所在，总是同齐伫圣主日来敬拜你，求你的神运行伫全世界，互所有的肢体诚做合一。当阮伫你的面前，要恳求你教阮你的心意，祝福阮诚做你所欢喜的囝儿。阮伫你的圣殿内静静听，求主你对阮讲话，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教会有几种的意思，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庭，上帝是咱的天父，咱是伊的囝儿。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就是用耶稣基督最中心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哥林多前书12章，伊讲只有一个体，但是有真侪肢体。意思就是伫耶稣基督这个头，伫耶稣基督最中心。全世界的教会有无同款的文字，无同款的文化，无同款的社会背景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，咱诚做合一的教会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来领受这种会听。这个具体伫耶稣基督的教示，伊讲唔通看轻你的身边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捌有感受到不好的感觉？就是你进入一个团体的时，你感觉别人用迄种不舒服的眼光来看你。保罗伫这个所在咧讲起，上帝看伊所有的囝儿查某囝，拢诚做水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就是咧讲起教会的本质。伫教会有一个共同的生活，共同的生活真要紧就是态度。所以牧师要甲咱学习，就是上帝看最好的品格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谦卑。我阁讲一摆，公义、怜悯、谦卑。但是今仔日因为时间的缘故，牧师就要较偏重伫这个怜悯。怜悯人是一种疼的表现，怜悯人是一种真诚实的疼。咱若要阁会看见别人，就是咱互耶稣的疼改变了，要阁无完全。一个人若常常看见别人的缺点，好亲像拢咧夸口家己的优点，是毋是？这是一种心理学表现出来的性格。当咱咧批评别人的时，其实迄个言语中间无形中就是咧表明，咱比别人较高尚，咱比别人较高。总是上帝看伊所创造，圣经讲，上帝伊看伊所有的囝儿甲查某囝，上帝拢看伊最好。如果咱若看到咱的身边的人，犹阁无迄种怜悯、赞赏，咱无法度用上帝眼光去看的时，咱应该甲主祷讲：主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有你的目睭来看你所创造世间的水。愿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圣餐、圣礼典，互咱诚做合一的教会。因为今仔日圣经有一句话，咱真容易忽略。就是12章13节的上尾一句话，伊讲咱众人拢通过洗礼，也领受圣神的洗礼，咱就诚做耶稣基督这间教会，咱讲圣徒分别做圣。基督教咧讲圣徒，毋是讲
这个人已经是一个有好的行为，完全的生命不是。基督徒咧讲圣道的意思就是，我因为信上帝，上帝甲我洗清气，互我成做一个清气的囝儿甲查某囝。今仔即句话真容易互忽略，咱伫今仔即个礼拜中间，咱应该爱用祈祷来读即句话。除了咱领受教会的洗礼以外，更较要紧来领受耶稣的宝血的洗礼。因为耶稣的宝血的洗礼，才会当将过去咱真侪错误，伫咱成长过程的家庭的背景，真侪迄个原生家庭的苦毒，咱的生命要得到完全，咱需要耶稣基督。所以今仔保罗讲，咱通过圣神的洗礼，成做一个身躯。一个体，意思就是耶稣用伊的宝血，甲咱洗清气了后，咱这兄弟姊妹就无阁有分姓陈的、姓李的、姓庄的、姓红的，咱只有一个姓叫做耶，歹势。恁就是讲耶和华嘛姓耶，耶稣嘛姓耶，所以因兜的姓叫做姓耶。有真侪人误会啊，毋是，咱只有一个名，就是咱的上帝的名。伊讲，当咱成做一体时，耶稣讲，恁着爱用安尼来纪念我。圣餐讲，因为这个杯就是信仰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但是咱要领圣餐，但今仔日保罗讲一项，饮于一位圣灵。每一摆咱捧这个杯的时，毋是咱的长老捧互咱；每一摆咱捧这个杯的时，是圣神要将上帝。以所有祝福赏赐予咱，所以今仔日咱啉这个杯，伊的滋味是葡萄汁，但是咱啉这个杯是啉主耶稣基督迄个宝贝宝血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捧杯无捧杯的人，咱拢用基督来领受。那我的心意，那我的了解，那我的信仰。我相信，有洗礼无洗礼的人，拢会使领圣餐。因为耶稣毋是干那为着基督徒来死，这是我的想法。但是教会有教会规矩，领圣餐是对你领洗礼、信仰告别了后来开始，因为这代表尊重，代表感谢，代表恭敬。所以在这兄弟姊妹，无论你有洗礼无洗礼，伫你的心内，主耶稣拢将伊的杯祝福你。所以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做伙领受圣餐。有的人用嘴，有的人用目睭，有的人用咱的心。咱是受邀请，耶稣讲来参加。这个圣礼典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亲像保罗所讲，保罗毋捌对耶稣的身边，但是保罗了解耶稣，甚至比其他的使徒更加清楚。所以伊讲，咱是受邀请来有份伫耶稣基督的祝福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9节，伊讲上帝是信实的。世间万人、万民、万国、万族，拢受邀请来领受主耶稣，作为有份一同得分的意思，就是进入福音，做伙有份伫上帝的祝福的内底。这个有份这个字，是咱所讲的团契。伫圣经原本的希腊语叫做 koinonia。koinoni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，咱就甲耶稣基督成做一体。这就是今仔日保罗咧讲，一个体有真多的肢体，一个体有目睭、有喙、有耳孔、有手、有脚。一个肢体有美国的教会，有台湾的教会，有香港的教会，有韩国的教会。耶稣基督是全世界的主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领受耶稣，咱做伙做礼拜，
今仔真奇妙，因为今仔日就亲像咱的青年因参加国际性的礼拜。虽然咱中间只有4个国家，有韩国、有香港、有美国、有台湾，但是伊上顶互咱知影今仔日的经文，你讲耶稣是全世界的主，无论咱去到什么所在，教会拢是咱属灵的家庭。第二，兄弟姊妹，咱既然称咱家己做基督徒，咱既然称咱这个团体做教会，咱就要明白教会伊的本质是什么。就亲像今仔咱所读的《米迦書》第6章第8節，真侪人拢会要背。这句話就親像詩篇23篇，親像其中真侪聖經的經文，攏是金句。伊講世間人啊，伊講兄弟姊妹啊，恁要知上帝已經指示恁。那既然是指示，就是學生應該愛聽的。指示恁愛行公義，愛心存憐憫，愛謙卑甲上帝同行。這就是教會的見證。教會無完全，但是教會是一個模式，所以世間人看到教會，因就好親就看到將來的天堂。世間人看到教會，伊應該看到一個溫暖相聽、互相接納，擱再過聖潔的生活，一定的信仰的人，是不是？兄弟姊妹，咱是耶穌基督的身軀。當人看到咱的時，應該冇看到耶穌。我咱就今仔日個禮拜，咱定心決志講，主耶穌幫助我。對今仔日開始，我要做你學生。有一日人若講，你作親像耶穌，我要陽光歸予你，因為這不是我的本性，是主耶穌你活在我的內底，讓我的生命改變。兄弟姊妹，咱通過聖餐來表明，咱是一個大家庭。台灣人有一個最要緊的祭期，叫做二九暝，對不？二九暝最要緊的高潮是什麼？就是年夜飯啊！所有出外的囡仔，無論哪都較無用。感謝上帝，讓咱的台灣無親像中國遐爾大，因為伊要過回家吃年夜飯，足辛苦，足辛苦。感謝上帝，賞賜咱台灣，咱吃年夜飯的時陣是一個團圓。聖經咧講的這個團契，我真愛天主教的翻譯。天主教用共融這個字來翻譯團契，伊是用關係來翻譯這個koinonia。koinonia的意思就是咱家做一個生命的共同體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這個聖經內底咧講的 koinonia 的意思就是共融，在咱的生命的中間無分你甲我。咱因為耶穌基督的疼，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，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請咱做伙，更加打拼，更加努力。咱來甲主禱講，主我得跟教會真做一間真正共融的教會，好冇？和第一代基督徒會當甲幾啊代的基督徒，咱無分彼此，咱做伙享受上帝的主愛。所以講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會記得今仔日保羅所講的話。伊講一體受苦，百體當受苦；一體得到陽光，百體當陽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當咱看到咱教會內底兄弟姊妹，因有歡喜的代志，咱愛與有榮焉。咱看到其他兄弟姊妹因有互上帝祝福的時，咱唔免有酸葡萄迄種的嫉妒，但應該愛為着伊歡喜。咱若看到咱中間有身軀欠安的人，咱來替祈禱，因為伊的艱苦嘛是咱的艱苦。這心理學叫做同理心咯。但聖經講，
一体受苦，百体通受苦；一体阳光，百体通阳光。伫今仔日，咱读这段圣经有一个真要紧的特质，伊咧表明上帝伊的创造。上帝创造原本就是真多元。今仔这个时代嘛，真注重的就是完全无共款的想法，无共款的文化，无共款的主张，无共款的因的看去。圣经咧讲，目睭袂使永远是目睭。伊讲一个身躯若拢总是目睭，画甲直落咧，你捌看过迄种图无？有一寡图腾吼，原住民伊若咧画目睭，规个拢总目睭有无？伊是象征迄个物件最悬的价值。但今仔圣经讲，目睭袂使因为伊的看见，伊就看见耳孔；手袂使因为伊的手会当真巧妙做代志，伊就看见迄个专门咧行路的骹。伫上帝创造，如果教会内底拢总牧师，安尼要安怎？就比我牧对一个牧师较有功德嘛？兄弟姊妹，毋是。对起头上帝创造就是真多元，所以教会谦卑尊重这个无同款的多元的文化。所以后来当教会咧制定这个圣经福音书4本，毋是1本，对无？如果咱的教会若要交做一个单元化，就1本福音书较简单。所以伫上帝创造的中间。伊是因为无共款的文化，因为圣经讲，上帝照伊的想事，上帝照伊的心意，将无共款的文字放伫人的心上。上帝创造每一个人，拢是宝贝。所以牧师要甲恁讲，不要羡慕别人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很棒，不要疑惑。或许你看到刘一鸣做个弹钢琴，你感觉讲哇好棒，不要这么羡慕。你要问上帝讲，上帝，伫我的内面有什么种的文字？你要用祈祷，重新认识上帝伫你生命当中的计划，活出自己。英语讲 You are okay, I am okay， 意思是别人好，真水。我嘛真水，愿天要上帝甲咱三合伫地。所以今仔日个礼拜第2个祈祷，牧师要邀请恁，甲主祷讲，主求你赏赐我正确的眼光，去看到我周围的世界。求天要上帝，互咱有眼光，看到咱的教会的青年，兄弟姊妹，恁感觉这群青年赞无？真的吗？你有看到缺点吗？一点点啊，诚实。世间无迄个无缺点的，但是我们多看优点，这个孩子的缺点就会慢慢消失。我们多讲优点，这个孩子优点就会越来越强烈。你同意吗？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在看我们身边的孩子？一个人内心哪拢肮脏的东西，他看的世界都是肮脏的。一个人的心中那些爱意、看的物件，就永远是赞赏跟怜悯。所以牧师在一开始说，怜悯人是最成熟的爱，最美丽的爱。愿天要上帝开咱的目睭，兄弟姊妹会记得背起来，这句话真重要。当你有一日看你的边仔的人做真讨厌、真肮脏、真无路用，请你用这句话给伊祝福。可能伊有缺点，但是请你用这句话，就是上帝创造。这句话放伫创世纪的第1章，意思就是创造的故事完成。上帝创造一切，对第1日、第2日、第3日到第6日。上帝完成伊创造了后，上帝每一届创造一项物件，伊拢讲，伊看这最好，伊看光是好，伊看空中是好，伊看万物是好，上帝看伊所创造是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如果你来怨叹你的命运，
如果你来怨叹你家己是一个无水、无教、无才情、无温数，兄弟姊妹，你用这句话对你家己讲：上帝看我最宝贝。一个未满足的人，常常嫉妒、羡慕、扭曲伊对外面世界的看法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用上帝的目睭来看咱家己。所以上帝讲，保罗伊传达圣经的感动，伊讲骹袂使甲手，伊讲你袂使属于耶稣基督。目睭嘛袂使甲耳孔讲，你无摆伫面的正中央，所以你较歹。伫即个所在，袂因为人的看法，所以别人就无资格正做耶稣基督的身躯。即句话真严重，就是安尼讲。袂因为咱的看法，咱的身边的人就无得到上帝会疼惜，求天父上帝甲咱讲，所以目睭袂当甲手讲我用不着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我讲一个，上帝让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早期得等教会人足少，所以真侪工课拢家己做。咱中间有一个真听教会长老叫做本立长老。伊真正18般武艺，什么都会，也要水电，也要做土水，嘛真够做初档的工，所以逐项工课，每次战役必定亲自参加，所以教会每项大项细项代志，伊拢亲自参与。有一日开始，咱的教会开始青年开始参与侍奉，教会囡仔开始咧油漆，你想？本来长老油漆较水，也是遮囡仔油漆较水。当然师傅较水啊，伊就看你足袂惯的，就抢过来，干脆家己擦。我就甲讲，你若要一世人拢永远你家己擦，你才家己擦。囡仔咧擦有时无水，但是都互囡仔做，因为有一日囡仔会变师傅，对不对？我毋是咧哭吹手，甲本日长咧哭吹手。咱做事大人有甚物人，无爱咱的囡仔比咱较优秀。孩子是必须在犯错的过程当中去尝试更美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咱对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学到一项：我是谁？我竟然敢看清我身边的弟兄，小心哦！你的美丽边的人怎么这么烂？兄弟姊妹，你是咧骂上帝呢？因为你咧骂上帝的囝，恁对一项恁的囝爱互人批评的，那是我的罩门，伊若骂着阮囝，就等于骂着我，对不对？赞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今天的重点是伫遮。今天的重点是让我们有新的眼光，重新去赞赏我们身边的人，少批评，多赞美。求上帝让我们，咱期待的我们更棒。我们不一定要否定别人，您同意吗？你若读台中一中，你唔当否定迄个读达德的呀。读那个什么烂学校，兄弟姊妹，人毋是伫比较中间产生价值，人是伫生命的高尚顶悬产生伊的价值。上帝爱咱更较好，不容怀疑，但是咱无需要用否定别人的存在来肯定自己的价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今仔日所学的第二个功课，尊重上帝的创造。或者你敢知影，看轻别人，无怜悯别人的罪是足重的。我留伫最后尾才讲啊，
但是我先读这个经文给恁听。箴言第14章31節，伊講你若看見別人，你若看迄個弱勢者，看袂起伊，你欺負伊，目睭看懸無看低。箴言講，你就是咧侮辱創造人活命的上帝，有嚴重無？嗰一句話更加嚴重呢？伊講，若這種的無憐憫人欺負人的人，伊的結局是死。記載佇雅各書，我無甲恁騙。所以看見別人看起來是一個簡單的代志，其實是一個真嚴肅的代志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，這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看這個人較欠缺，上帝就越發加添加倍的讓他有體面。也在恁去想這句話，上帝所創造的人沒有殘障的，有無數有，屬實是有。但是今仔日的文明，今仔日社會慢慢開始不用殘障這個字，對不對？英語叫做 different ability。伊開始無用 handicap， 無用殘障這個字，伊開始用另外一個眼光來看，就是任何的人攏無殘障，只不過就是無同款的元素，叫做 different ability。ability 的意思就是無同款的能力啦，能力。兄弟姊妹，願上帝幫助咱，上帝將伊的祝福放佇咱的生命。23節、24節攏講。越發加添給他體面，讓他越發俊美。阿們。咱今仔這個禮拜，咱甲上帝禱告，上帝因為我無完全，所以上帝你要施行你的祝福，你要互我的朋友看見講，這個遮爾粗魯的人，伊嘛會當食到一個真尊貴的人。咱每一個人，上帝要加倍。將伊的活命放佇咱的內底，所以咱在座今仔禮拜無講例外，當你旁生產的背時，你感謝耶穌，耶穌你要加添給我生命的榮美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。憐憫人的意思是三個動作：第一，愛、接納、尊重。憐憫這個字的解釋叫做愛、接納、尊重。咱看到一個伊能力上無同款的人，你對心中產生一種對伊的尊重甲毋甘。一個社會的改變，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什麼？恁聽過？人，台灣在變，願上帝互台灣愈變愈水。在這個台灣愈來愈要體貼別人。看到年長的長輩坐公車，少年人主動爬起來徛；看到媽媽抱嬰仔擱大腹肚，主動讓位予伊坐。人開始產生一種體貼、憐憫甲接納。兄弟姊妹，這種的體貼，就是上帝講，伊會加添弱勢者生命的榮美。上帝予咱成做一個生命的共同體。在聽、接納、甲尊重的中間，彰顯出來愛的真諦。願天父上帝今仔日，互咱稱伊的聽。第三，牧師要倒來到今仔日的主題，什麼是上帝對咱的要求？上帝所愛基督徒的品格是什麼？教會存在的目的，就是讓這個世間見證講。阮的上帝愛阮做者，阮的上帝看什麼做寶貝，毋是賺大錢、坐大位，真做社會內底有影響力的人。阮的上帝愛阮做的，就是正直、行公義、心存憐憫、體貼別人。第三，謙卑，甲上帝同行。這是今仔日米迦書第6章第8節3個品格，兄弟姊妹甲伊背起來。行公義、存憐憫、謙卑，甲上帝同行。但是牧師今仔日講較濟，就是憐憫。
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怜悯人的心放伫咱的内底，也将这句话写伫咱的心内，互这间教会真正有这个记号。互这间教会有三个记号，就是正直，各种的好囡仔写伫圣经，阮要努力来学习，这叫做行公义。因为上帝本性就是好。第二，怜悯人，怜悯人的人，伊要得到怜悯；怜悯人的人，伊就是荣耀上帝。怜悯人的人，伊将这份的祝福分予别人，但是伊该寄伫天灵。有一日，上帝要甲你讲：我所听的罗邦，我所听的囝儿，击败。因为我捌喙焦的时，你因为怜悯，予我一杯水啉，这样简单。因为你予我一杯水啉，上帝看一个小小的动作，怜悯人最何等的宝贝。因为迄个动作的内底有一份真实的听，主甲咱三个弟弟，这是上帝所爱，这是上帝所指示的。米迦先知写伫伊的米迦书内底，伊讲上帝爱恁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甲上帝同行。我要讲重要性，注意听，怜悯的重要是什么？当咱怜悯人的人，箴言14章31節，当你怜悯任何一个弱勢者，其實恁就是尊敬上帝。当咱看见一个人，当咱批评一个人，当咱轻易说出一句看轻的话，咱是咧伤害人。这个伤害的话，其实上帝讲，你是咧侮辱我，因为你所侮辱的这个人，嘛是我的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怜悯人的重要，写伫安尼。无怜悯人的人有罪，雅各书足严重的。雅各书讲。无怜悯人的人，因就要受到无怜悯的审判。你敢了解这句话？今仔咱看见别人无怜悯人的任何动作，有一日咱徛伫天顶天堂受审判的时，意思就是上帝要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来审判咱。安尼咱有了解这句话无？因为怜悯就是用罪甲软弱来夸口，所有的软弱离开，所有的见笑离开，所有阳光点伫阮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咱重视生命的改变。求天父上帝通过主耶稣的保护，今仔日咱啉这个杯的时，主耶稣的保护，就洗清咱的心，甲咱的嘴，约束咱的心。对今仔开始。宁可莫讲话，唔通凊彩讲话；宁可讲好话，唔通讲歹话。主帮助咱，互咱因信称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我已经听到你的话，我要通过今仔日的圣礼带来回应你的话。主求你用你的保护洗清阮，甲阮立新的约，旧的代志拢正过去，一切换新。阮伫你的面前邀请主耶稣，你来到阮中间，你来主持今仔日这个礼拜，互阮搁一届，甲主你结连，祈祷我个所有性命，阿门。